嘅洗得乾唔乾淨啦，洗得濃唔濃度啦咁樣。咁一般嚟講咧，我哋衣服受感染嘅時候咧，可能都係啲菜漬啊、污漬啊，或者啲飲下紅酒啊咁樣嘅。今日我極度啲，我今日用一個鞋油嚟做一個污染。OK， 咁鞋油好少，你哋真係衣服污染嘅時候收到鞋油嘅，但係今日我用鞋油嚟做污染。OK， 我每邊泵一泵落去，咁就即係代表我呢個叫呢個係咩嚟嘅？化妝棉嚟嘅啫。我泵咗一泵落去咧，就代表咗我嘅衣服受到感染、受到污染。咁而選擇洗液嘅時候，除咗選擇乾唔乾淨嘅時候咧，選擇個黏稠度。OK， 越濃縮嘅時候，即係代表佢洗得越乾淨。OK， 有冇見到啊？係咪好似啫喱狀蜜糖咁樣啊？睇清楚啲。喂，俾反應啊！喂，係定唔係啊？係啦，係。喂 ，OK， 咁呢個咧嗱，睇睇他牌嗱，大牌啲啦。OK， 佢咧效果點樣啊？係咪稀好多啊 ？OK， 好稀好嗱，呢個稀狀。OK， 咁我哋睇睇兩個狀況係點咧？嗱，呢度我就先落1斤嘅1勺匙 ，OK， 1斤嘅洗衣液落去 ，OK。少實喎，我幫你抹。唔好抹住，唔使抹住 ，OK， 我唔識翻落嚟啊 ，OK。但係 A 記佢話自己都濃縮喎。係啊，濃縮你咪自己比較咯。嗱，眼見為真。佢可以咁講噶嘛 ，OK， 咁但係我哋自己睇啊嘛。我哋更濃縮咯，可能係。唔係㗎，當日喺冇選擇嘅情況下咧，佢已經喺個洗衣液嘅界嚟講咧，佢已經做得非常之出色嘅。咁今日因為我哋當日宇航人未出嘅啫，我成日講話我哋永遠都有個時代嘅進步，喺我哋各型嘅產品入邊咧不斷進步同埋提升緊我哋質量。咁我而家做緊咩動作咧？我就將受污染嘅衣服咧就擺咗個叫全世界最迷你嘅洗衣機入邊。OK， 呢個洗衣機嚟㗎嚇。OK， 咁一陣間咧我哋就要其中一啲朋友啦。OK， 呢個小妹妹 OK， 邀請你。兩隻手一齊上下搖動佢5、6下左右啦，6下同時間搖，同時力度6下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。OK， 嗱咁你先睇睇個泡沫啊嚇。OK， 紅色呢啲樽係我哋而家呢個牌子啦，係咪感覺到個泡沫係多咗啊 ？OK， 呢個係咪泡沫少啲啊 ？OK， 咁而我哋同時間睇睇佢嘅嗰個叫做洗得清唔清潔，咁就先攞一攞我哋嘅他牌嘅衣服出嚟。OK， 睇下佢洗得乾唔乾淨先啊嚇。OK。都好乾淨㗎啦。如果而家一件衣服嘅時候咧，受到鞋油嘅污染嘅時候咧，你洗得唔係好乾淨喎。呢個姐姐嚇 ，OK， 下次洗乾淨啲啊嚇 ，OK， 唔係你嘅問題 ，OK， 產品問題啫。OK， 咁啊睇睇我哋呢個同樣用咗嗰個5下嘅時間，同樣用咗5下，同樣係落咗1勺匙落去，睇睇個分別係邊嘢？哇！我就睇到啦。OK， 你哋睇到未？已經睇到未？睇到未？哇！睇唔睇到？睇唔睇到分別？喂，明唔明顯啊？喂，你洗喎 ，OK， 阿媽所以叫你抌晒屋企其他洗衣機，咁佢解曬嘛 ，OK， 用宇航人得㗎以後 ，OK， 多錢又話指紋俾啊，知唔知啊？抌晒佢 ，OK， 睇唔睇到 ？OK， 嗱呢個就係我哋講緊嗰個叫乾淨度，聞下嗰個味道 ，OK， 呢個小姐姐 ，OK， 兩杯揸住嚟聞一傳 ，OK。呢個味道點啊？有冇感覺到咧？呢一個牌子嘅時候咧，他牌嘅時候咧，有啲刺鼻嘅感覺。呢個咧有啲植物清香嘅感覺，一路傳落去，你兩杯一齊自己揸佢傳過去。OK， 大家聞下聽，感受下嗰個叫質量嗰個叫味道。OK， 聞唔清楚係咪要再聞多次係咪啊 ？OK， 好傳落去嗱他牌嘅時候咧，呢個係講緊啲咩咧？大部分咧洗衣液都係用石油化工嘅殘留物，會有一個叫做殘留物喺度。OK， 咁你會感覺聞嘅時候咧，都有啲香味嘅，但係會有少少刺鼻嘅感覺啦。咁而你留意到呢一間多鋪嗰樽嘅時候咧，就係我哋宇航人嘅，你會感覺到咧純植物精華係清香嘅。OK， 有啲花香嘅感覺嘅。咁而咧同時間入邊咧，嗱你繼續聞一下。咁我而家咧會做一個測試，我即刻先做一個測試叫做 pH 值。咁點解要做 pH 值咧？因為一般我哋洗衣服嘅時候咧，如果個衣服嘅洗衣液如果過鹼，有好多人話喎，翻鹼，洗衣服如果過鹼嘅時候咧，鹼性就會清潔多啲啦咁樣。係嘅，同時間嚟講，如果皮膚，你知唔知我哋皮膚嘅酸鹼度幾多㗎？知唔知道㗎？Very good， 5.5 ，OK 係嘅。嗱，一陣間我睇睇啊嚇，呢個係個 pH 值嘅測試紙。我先睇睇他牌 ，OK。佢嘅酸鹼度係 pH 幾多 ？OK， 我先唔講嘢住，我先打開佢俾大家睇下。OK， 有冇感覺到佢由黃色變咗少少綠色咁嘅感覺啊 ？OK， 嗱呢個就係我哋宇航人嘅品牌。OK， 睇睇。OK， 我浸滿咗啦。OK， 呢個份量係幾多？係咪仍然係黃色啊？皮膚本身嘅時候咧 pH 5.5。
OK， 如果5.5嘅時候有啲咩意思咧？過鹼嘅時候同個皮膚入邊咧有啲不同嘅體驗嘅時候咧，會痕會癢，會好容易會產生皮膚病。但係如果你同樣都係5.5嘅時候咧，就唔會有癢嘅情況出現。你哋唔知你家庭主婦有冇試過一樣嘢，話洗完衣服嘅時候落完之後一着上身嘅時候咧，好痕好乾 ，OK 好癢，就係呢個酸鹼度嘅問題。除咗酸鹼度嘅時候咧，同時間我哋會睇一睇我哋嗰個叫做熒光劑。咁大部分而家洗衣液入邊咧都會有熒光劑嘅。熒光劑嘅作用係啲咩咧？就係令到啲衣服咧洗完之後咧好靚啊，好光亮 ，OK， 好 sharp，OK。嗱，有冇睇到啊？彩藍色，你話唔知道個分別喺邊喎？咁倒不如我攞張紙巾 ，OK。而家香港咧衛生署已經定義紙巾係唔可以再落熒光劑，咁所以好多嘅紙巾咧都已經冇熒光劑嘅。你見到咧佢係粉紫色嘅，粉紫色，再俾你清楚啲區分 ，OK。有熒光劑嘅時候係彩藍色，冇熒光劑粉紫色。OK， 有冇睇到個區分 ？OK， 明白咯。咁我簡單啲用一張紙，同一張紙，我將他牌嘅洗衣液放在同一張紙上面，無論呢一張紙有冇熒光劑都好，我哋都可以睇得到佢嘅效果點樣樣。有個老師同我講咧話搽落皮膚度喎。OK， 咁啊 ，OK， 係啦，試下咯喎。OK， 呢個係宇航人嘅。冇熒光劑，冇熒光劑下面咁樣啊，即係冇乜分別啦嚇，睇睇。哇！你俾反應啊喂！係咪先？你拍手掌就拍大力啲，俾手指頭又俾高啲，鬼水咁樣俾。OK， 耶咁樣，耶啦，耶，係咪啊？OK， 睇唔睇到？嗱，呢個就係冇熒光劑。OK， 有熒光劑嘅目的係啲咩？令啲衫洗得乾淨啲咯 ，sharp 啲咯，靚啲咯。但係長期使用熒光劑嘅衣物，洗完之後再着上身嘅時候咧，會致癌嘅，會致癌。所以唔好再用帶有熒光劑嘅衣服。OK， 咁我而家做一個叫做測試，佢可唔可以做到？你哋有冇試過？或者有冇留意過咧？你啲衫咧長期喺個空氣上面咧，洗完之後曬太陽咧，空氣上面有自由基。有一啲叫做氧化 ，OK， 氧化咗嘅衣物咧會有啲咩情況出現咧 ？OK 好 ，OK 好。嗱呢個係咩嚟嘅？呢個係碘酒嚟嘅。碘酒嘅目的係啲咩咧？唔好。碘酒嘅目的係啲咩咧？就係令佢氧化啦，呢個叫高氧化物啦。OK， 我而家滴咗啲高氧化物喺度喺入邊。OK， 跟住 OK， 好，你俾我，你俾我。OK。唔得 ，OK， 唔好咁樣 ，OK， 好，等我嚟。唔係，點解唔用細嘅 ？OK， 因為我要公平噶嘛。OK， 我咁樣鋪勻佢 ，OK， 唔夠，再深色啲。我想做啲咩咧？嗱，呢個氧化物嚟嘅，呢個碘酒係氧化物。咁而家我就當我嘅衣服長期喺個空氣上面曬太陽 ，OK， 紫外線氧化完之後咧，佢變咗黃之後，我公平啲用同一杯嘅碘酒 ，OK， 我分開咗兩杯出嚟 ，OK， 我分開完兩杯嘅時候咧，佢係同一個份量嘅碘酒 ，OK， 同樣被氧化咗，咁我而家睇睇咯喎，我放一勺匙嘅洗衣液，同樣一勺匙 ，OK， 呢度亦都放咗一勺匙他牌嘅 ，OK， 咁呢個哥哥做過，妹妹做過 ，OK， 好呢個姐姐兩隻手一齊，左右手一齊攪佢，攪隻匙羹，一齊順方哇3下就已經哇 magic 呢個 magic 佢做咗啲咩嘢？佢頭先做咗3下啫 ，OK 就係將我哋本身氧化咗嘅衣服，本身氧化咗嘅環境入邊咧，做咗一個叫還原嘅作用，抗氧化嘅作用。咁你話喂唔係喎，我阿媽話我屋企全屋都係啲洗衣精喎，咁點算？唔係叫你抌晒佢嘅，你將佢溝埋佢一齊落去洗。係喎，係咪同樣可以做到一個氧化還原嘅作用 ？OK， 咁啲衫，記住喎，我哋唔係漂白水喎，我哋還原佢抗氧化，即係氧化咗嘅質量。即係啲有顏色嘅衫，你啲彩色衫，你要留意到㗎。如果舊得洗得多嘅時候咧，就算灰色、黑色嘅時候咧，你都感到佢灰灰暗暗咁樣嘅。但係你用完之後咧，你睇下係咪好清啊 ？OK， 用完同樣都可以做到咁嘅效果。同樣一個咁嘅產品質量 ，OK，A 公司賣緊，最後我比較價錢。香港賣緊111 ，OK， 國內賣緊75蚊 ，OK， 高品高價
OK， 嗱呢個就係傳統啊。OK， 傳統直銷嘅模式。OK， 會員喎。OK， 但係我哋零售價錢45蚊。哇！係咪好抵啊？冇得比較，我就咁睇完之後45蚊係咪要買啊？即時買唔買？呢個買呢唔好咁急，唔好咁急，唔好咁急。OK， 當你成為我哋會員嘅時候，45蚊啊，係啊，係咪好抵啊？人民幣45蚊，係咪即係想買啊？唔好咁急嗱！如果你當成為我哋會員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員咧就有個預充值嘅啫。當你預充值2000蚊嘅時候，成為會員嘅時候咧，2折。2折。所有生活用品2折，45蚊2折，即係幾錢啊？9蚊。9蚊樽啊 ！OK， 9蚊樽，係咪啊？係咪冇辦法抗拒？即係我講話產品質量，我話就算我哋零售價45蚊啊 ，OK， 我哋都已經打贏所有嘅行家同學 ，OK。如果你話成為會員嘅時候咧，9蚊樽，同唔同意阿媽 ？OK， 買唔買？買啦，嘅唔使你買 ，OK， 你攞翻屋企用就得啦 ，OK。買嚟送俾人 ，OK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同大家咧好簡單精簡咁上咧。